这处隐匿在百年糖厂的神秘角落，石鼓文创透过惊人创意和艺术手法，推出全新巨作《时空魔花》。游客得先通过一片镜面打造的空间，映入眼帘就是代表无穷生命力的神兽古灵儿和宝宝古灵娃一起守护这片圣域。今年适逢蛇年，更有新年的吉祥祈福。至于这片象征生命之树所孕育的魔花，透过光影和结构的巧妙运用，让游客像进入如梦似幻的魔法旅程。它的全部的场景呢，是由石鼓文创团队跟我们的电影美术设计的吉娃娃老师，也是郑世涵老师共同携手打造的。那呢，希望将园区打造成为这个魔法园区。那呢，结合动态表演的艺术，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台湾文创表演艺术的一个生命力。我觉得那个花是很有生命力的，然后它的那个管线很像仙人掌。然后就觉得说，然后又提到说那个糖精啊、糖啊、砂糖啊，很像沙漠。所以就是结合了这些，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就想到了时空魔花，然后又要结合现在的未来科技，所以我们就让这些花都会变成是机械格的开合花，可以做活动的，也可以跟它互动。光影和结构的变化让昔日糖厂焕然一新，每个细节都散发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至于备受期待的魔法森林市集，也将于2月8号至2月16号集结上百家品牌在园区盛大举行。这除了是台湾首创的沉浸式魔法盛典，另外活动特色黑角域魔法拍卖会更是亮点。很多人都很期待的就是一个魔法的道具的拍卖会。那我们这一次的拍卖会也会在一个糖罐里面做一个非常超现实状态的复古的拍卖会，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场域，你好像仿佛电影场景一般。结合奇幻和神秘元素的装置或物件，再次颠覆您的想象，邀请您亲身体验。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